万军，下笔如有神，就是我本尊。从外太空找到新天宫，管他是名人有名人，只要发音是名人。你就是我蔡宜德要找的人。是的，我就是蔡宜德要找的人。啊，是。我跟他认识大概15年。15年。啊，15年，中间呢？曲折坎坷，哎，他也结交了很多好朋友跟坏朋友，对，好朋友坏朋友都在里面。但是我们两个始终心心相印，啊，直到现在，所以有了这次合作的契机。那本来是我想邀宜德哥来唱我的老舍，对啊，但是想说太为难他。老舍真的是。对，我老舍你不要多的啦。我们来弄一个什么台语的老舍。对，哎，台语老舍，我感觉吼，我感觉紧做，你若无要紧做吼，我想讲翁立友会做。真的吗？哎，对。台语老舍你会吗？台语老舍会晓来。安琪讲到爸啦，吵死你。做兄弟，莫惊死，惊死你就出代志。做兄弟，莫惊死，惊死你就假亲戚。哎，这个不错，下次大家期待一下我们的老舍，台语老舍。对，这台语歌吼，有影无好唱，台语歌伊迄种开口，吼咬字，所以恁即马听我咧录新歌阵哦，哎奇怪，这台语哦，其实我是讲台语的，但是唱歌阵迄种开口佫无啥共，因在专业歌手小报告的，宜德哥一直很谦虚啦，都说好像我唱的比他好，唱的比较好，伊这唔是搞假也是安怎？因为你唱，真的是唱的不错。本来录音是摆6点钟啦哦，要好好的伺候我。没想到呢，我60分钟。哪有60分钟？好像26分钟。对，每60分钟是喊我进来寒暄哈拉聊天。这个歌我听一遍，我就脑海中有那个 melody 的印象。再听2遍 ，OMG， 我整个记得了。那就表示什么呢？厉害的歌，好听的歌，朗朗上口，它未来也会脍炙人口。这样呢，像我们现在唱，你们现在晚上睡不着。因为你们在睡梦中，脑海里面一直哇，非常的有印象。因为宜德今天跟我录这个之前都在录情歌的 MV， 所以他已经入戏了。他勇勇都得消冰的哦，一都没怪戏。慢慢怪起。OK， 这首 MV 最大的亮点啊，因为我们宜德哥的千金。对，整部影片里面呢，我不跟你们讲妹妹是谁，你们只要看到那个最漂亮的公主，就是她本人。那妹妹听了一定很开心。对，妹妹很厉害，妹妹小提琴、钢琴啊，吉他，就是不会跳舞。就是不会。她不要再嫌我舞跳不好，我已经尽力了，do my best。我也是尽力了。说到这个跳舞，我昨天考到现在考了天亮。考到1点多啊，1点半都没睡。每次舞蹈老师说你手就伸出来啊，哎奇怪，不是他那个动作就做了一下不美啊，我们伸出来都按那给我们伸出来就会变赵正平，好像很奇怪哈。我觉得他们这个他们这姿势啊。所以这隔行如隔山，真的是，对不对？就像他们会跳舞啊，可是我们会什么？可是我们会的可多了，我们会的太多了啦，我们就唱歌好了。我们会煮姜母鸭，你们会吗？是的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。好，一定。希望这样咱来幸福到底。 Good job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希望永远甲你做伙。 我是缘投，搁有机会，互你轻松快乐，拢唔免做。你若加我一个少年家，唔免烦恼，三顿爱安怎做？